真欢喜，咱会当搁三个字，就是上帝的殿里，才来敬拜俄罗斯。有一个人用性命替咱死伫十字架顶，就是咱的主耶稣。伊用伊的目屎去救赎咱世间人的罪。咱只是来因耶稣的目屎。 伊听阮也过家己，不管好定人，也是善者人，伊拢总在看顾。有一个人用生命替阮定伫十字架。 超过世界，不管好人，也是歹人，伊拢总在疼惜。耶稣，耶稣，你是阮的主，为着阮我定伫十字架，为着死了。 十字架，伊听阮也过家己，不管好定人，也是善者人，伊拢总在看顾。有一个人用生命替阮定伫十字。